大家好，歡迎收睇 Max TV 香港。喺呢度，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最真實嘅生活停事情，無論係即活熱傳。四料事後魅力沒法擋，亞蛇51歲生日獲巨星陣容包圍，不老童顏與頂級人物再創話題高峰。在香港五光十色的娛樂圈中，真正的友誼往往被外界視為一種奢侈品，甚至常有同行相忌的爭議。但四料事後佘詩曼亞蛇卻以他無可挑剔的神級好人緣徹底打破了這個刻板定律。即將於5月28日迎來51歲生日的他，早早展開了馬拉松式的慶生盛宴。這不僅是一場簡單的私人派對，更是他多年來在演藝圈深耕人際關係與事業版圖的完美縮影。當他在社交平台曬出5月22日晚那句又係另一個開心嘅夜晚時，照片中滿日的幸福感無疑引發了公眾對於職場人際關係的深思與正向探討。究竟是什麼樣的極致魅力，能讓一位女演員在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中不僅屹立不倒，還能贏得跨世代的真摯友誼？當晚的驚喜絕對是量身打造的誠意展現，席間朋友為他準備了以近期主演新劇《正義女神》為主題的法庭蛋糕，上面精緻的言官法官公仔、法錘與厚重的法律書籍微縮模型，不僅是對他專業演技與敬業精神的最高致敬，更反映出朋友間對他事業發展的密切關注與鼎力支持。亞蛇捧着鮮花，閉眼陶醉，並與傳統秀圖包合照的俏皮模樣，流露出事後私下極具反差萌的可愛一面。這刻刻證明了，即使身處影視圈高位，保持初心和真性情才是贏得人心的終極武器。而這場生日宴最具話題性，甚至引發網絡熱議的，莫過於那張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夢幻構圖合照。7位不同世代的圈中型男，包括正義女神班底周家樂、馬冠東，以及合作無間的老友陳山聰、謝天華、郭正雄與朱敏瀚等人，將壽星女團團包圍。這種跨越年齡與資歷的友誼陣容，展現了亞蛇作為行業中流砥柱的強大包容力與號召力。特別是從未與亞蛇有過劇集合作的朱敏瀚驚喜現身，瞬間引爆了全網的熱烈討論與無數猜測。這究竟是私人交情的純粹展現，還是兩人即將攜手合作新動向的超前預告？這不僅激發了劇迷們的無限期待，也讓我們清晰看到佘詩曼作為香港電視圈標誌性人物的核心價值。她不僅承載着黃金時代的集體回憶，更持續為行業注入新鮮血液與話題熱度。51歲對他而言絕非演藝生涯的平淡期，反而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被愛與事業雙重滋養的全新巔峰。他用無可挑剔的實力與人品向大眾證明，一個女性的魅力與價值絕不會隨歲月流逝而減退，反而在時間的沉澱下越發璀璨奪目，成為跨世代觀眾與後輩爭相仰慕的完美典範。